你的起点。阿爸恰蒂妈妈号在讲述女儿在父亲弥留的时候，但因为他们感情不是很好，她得到父亲有一大笔的财产，她希望能将这笔财产都占为己有，所以透过关洛英进到父亲跟她之间的回忆里面，然后从误会进而到理解，然后跟自己和解的一个故事。其实我们整个主创都是没有爸爸的人，就是都失去了父亲，所以每个人都加入一点情感跟自身的经历在这故事里。没有说的话或没有做的事情，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传达跟完成。有过观落阴的经验吗？我逐工咧拜观音啦，安尼敢袂当？我会惊。会惊？你会惊要哪找我啊？你嘛甲拜倒。所以我就学人无大，弟弟就出来。我想要去啦，伊早亲人啦，足想因的，足想要来甲影一个。啊，看我的财库阁有够无啦，啊，无够我。Action！哇塞，干啊！导游这个角色，其实他很自然而然的就。他该出现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因为女主角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她不能一直站在旁边当做隐形人，要有一个出口可以跟她做互动或聊天。我那时候跟俊廷说什么，你就有点王牌天神的那种 feel， 所以他在里面也有秀了一些这个舞，就是希望带给观众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应该这么说吧，我比较想要表达就是父女之间的情感，因为毕竟我自己也有个女儿。知道爸爸有时候其实很不容易把爱女儿表现出来，或者挂在嘴上。当中有一场戏真的让我不自主的就是当爸爸秋山他一个人在弥留回家找东西的时候，虽然说没有台词，只有几颗镜头来表现而已，可是那个父女的情感，就这时候真的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我觉得很辛苦，我一直哭。这部戏很棒，有欢笑，还有很多真的情感在里面。对啊，好久没有这样哭了，其实蛮开心的。它不只是一部戏，它也是一个情感的交流，就是家庭之间、父女之间、兄弟之间，都可以这样说。所以你可以从这方面去慢慢的观看。有欢笑，有泪水，然后可以反思到你自己，或想到你自己，以及珍惜身边的人。对，然后如果失去了之后，可以透过这部戏得到一些慰藉，我觉得是这部戏最想传达给观众的。